一項新研究顯示，導致加州油價高昂嘅主要原因係加州嚴格嘅監管措施，而唔係石油同天然氣公司哄抬價格。南加州大學商學院嘅研究員 Michael Mitch 對加州約50年嘅油價數據進行咗分析，發現缺乏企業哄抬價格嘅證據。佢認為加州嚴格嘅監管環境同眾多嘅稅費係推高油價嘅重要原因。佢指出，加州對石油同天然氣公司嘅監管係全球最嚴格嘅，呢啲監管措施增加咗供應鏈中嘅合規成本，最終導致消費者喺加油嘅時候支付更高嘅價格。此前，加州州長紐森曾指責企業對石油定價太高，主張企業太過貪婪係造成高油價嘅主要原因。Mitch 對此表示質疑，稱加州嘅燃油稅同石油產量下降係推動油價嘅重要因素。據悉，當前加州嘅燃油稅為每加侖59.7仙，為全國最高。此外，從2015年起實施嘅溫室氣體排放限額交易計劃，亦被認為係造成油價上漲嘅關鍵因素之一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